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6岁小男童，进前确诊胃着病毒，原本只是发烧甲嗽，2天后嘛退烧了，想袂到过几啊天后发生后镜头了。伫咧一夜之间，2只脚甲2只手的指甲拢变做白色的，袂输是擦迄种白色的指甲油共款。家长是有够紧张哦，赶紧带去互医生看。原来这又阁是新冠病毒侵入到血管所造成的中新冠的镜头。确诊查甫囡仔2只手指甲规反白，唔敢手和脚的指甲嘛规反白。手指、脚趾都会变白，但是孩子临床努力非常好。那不过别人的案例都是2到6周后才出现，那么这个算比较早，2、3天就出现了。查甫囡仔进前确诊有发烧含嗽的镜头，2天后就退烧，想到过无几天，发现2只手和2只脚的指甲全部反白，医师研判应该是新冠肺炎病毒的长新冠镜头。可能跟病毒的这种对血管的伤害导致的这种变化，因为病毒感染以后免疫反应。感染科医师讲，新冠病毒肺炎可能会损长血筋，或者是伫咧咱人体内产生免疫反应，出现血角，血路循环无好，就会指甲反白。不过2、3个月后，免疫反应慢慢降低，指甲吸水恢复正常。另外，中央公布一个3岁查甫囡仔的个案，伊是学校变心仪害去，糖尿病酮酸中毒，因为新冠病毒攻击要求引起败血症，为了过身。医师讲，糖尿病酮酸中毒的个案真罕咧看，不过患者喘气，若是出现果汁味，就要加注意。通常代表你的肝脏跟或者肾脏是有一些问题啦，它的代谢物必须从空气从它的肺部出来，所以味道就会改变。疫情还未改善，得过新冠的囡仔，佮出现后镜头，和每一个做家长的皮拢变甲真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